明恩園係全市骨灰存放量最多嘅殯葬服務場所。清明祭掃預約平台上線當日嘅上晝，正清日4個時段都約滿。馮先生一家11口一齊嚟拜祭先人。佢話為咗約到正清拜祭，喺平台開放預約當日，屋企人提前校好鬧鐘搶號。幾部手機開住咁咪約咯，咁都幾難約㗎。不過都約到啲位置都唔錯嘅，係齊人過年㗎。我哋一家人都係飲完茶再嚟嘅。廣府人有上晝拜祭、中午聚餐嘅習慣，有市民預約中午時段喺無煙區拜祭，順便喺現場聚餐。又夠安靜一啲，又比較清潔啊，比較真係好清潔㗎，覺得幾舒服。所以喺呢度聚餐都冇問題。係啊。市殯葬服務中心話，近年市民對無煙拜祭嘅接受度越嚟越高，用電子香、鮮花代替元寶蠟燭香。我們會在場地允許的情況下呢，安排越來越多的無煙拜祭區域。在我們的無煙拜祭區呢，我們是免收這個拜祭服務台費的，同時呢，也向群眾提供這個免費的電子香爐。我們在園區呢，也設有這個鮮花自動售賣機，可以供這個群眾自由選購。清明祭掃預約平台上線1個星期以嚟啦，預約總人數已經係超過咗75萬人啦。咁其中70萬人呢，都係選擇清明假期呢3日去現場祭掃㗎。從預約數據睇，上晝8點至10點入園祭掃人數最多，下晝3點半之後入園人數減半。